前行政院經務辦公室副總談判代表顏慧欣，風聲在生的時陣是受到霸凌。經過調查，行政院認定主管楊振寧確實有霸凌的行為。上緊後禮拜，院長杜英泰就決定要怎處理。不過楊振寧是反對調查的結果，認為講報告干那聽少數人的講法，無正當程序。我們在這個總結性會議上面持續的去爭取。今年3月，因為破病過身的顏慧欣，在西進前擔任行政院經務辦副總談判代表，參與美國對中關稅談判，因果說傳出防職場霸凌，外界將目標指向總談判代表楊振寧。行政院委員經過3個月調查，其中12項有2項認定構成職場霸凌行為。關係人持續以冒犯的負面方式，多次否定關係人甲的意見，打斷關係人甲的發言。那經過我們調查的結果，認為在職務上利用權勢跟機會，逾越了職務上正當合理的範圍，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環境，導致關係人甲的身心遭受巨大的壓力，所以構成職場霸凌的行為。另外，調查報告也指出，楊振寧利用權勢甲機會超過職務上的正當合理範圍，讓單位內部緊張形成無友善的工作環境，造成同仁身心受到真大壓力。不過，伊本人是透過6點聲明回擊，表示家己真尊重顏慧欣當初的請託專業甲意見，認為調查是聽信少數人士單方面指述，欠正當程序，也呼籲愛公開事實真相。我也會用這1-2天的時間，再度詳閱整個調查的內容的主文，那麼更需要做全面的思考。那麼在下周開始，我就會立即做出必要的一些處置。那希望這個事情能不影響整個公務的推動，以及我們現在很多國際事務的談判的過程。國民黨立委陳建輝並且點出，敢講只有楊振寧愛負責執期，顏慧欣在先進前化橋信號行政院長攏收到啊，直接點名到陽台知影無處理，勞動部也佇2日暗回應，表示會繼續針對職場霸凌是否樣態，隨時檢討和精進防治指導手冊，協助雇主甲勞工避免職場霸凌風險，打造友善職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